個交代，到底點解警方同 TIRA 權力大到可以直接將一個中學生即時遞解出境？大家好，亂粒25睇咗片頭或者有睇東張嘅觀眾啦，應該都知講緊一件咩事啦。係一件都幾民神共憤嘅事嚟嘅。咁個受害者呢，其實就係得16歲嘅啫。咁係件咩事呢？其實就係一個16歲嘅留學生啊。咁佢係香港人嚟嘅，咁佢就去澳洲留學啦，就住嗰啲寄宿嘅家庭，即係一個女仔去到一個陌生嘅地方去就學啦，跟住就住喺一個陌生嘅家庭入邊啦。因為同嗰個寄宿家庭嗰個屋主啊有拗撬啊，隨即呢就被遣返返香港，係即日遣返。咁講到呢度呢，大家都會問：究竟個女仔做咗啲咩十惡不赦嘅事，係要即時遣返，書都冇得讀，冇任何通知，係即時俾警察遣返佢返香港呢？試問，如果呢啲事發生喺自己個仔女身上，有幾多個家長可以忍受得到？咁我講返發生咩事啦。其實當地嗰個新聞媒體都有報導過㗎，而且呢，當地嘅一啲華人組織呢，係強力要求係要徹查清楚發生咩事嘅。事緣呢，就係一個16歲嘅香港妹妹啦，咁佢就自己一個呢，就去澳洲度留學，咁就係讀一個獸醫嘅。咁佢就住喺一個寄宿家庭入邊嘅。咁嗰個家庭其實都係第一次做呢啲寄宿家庭咯，即係第一次招待一啲其他地方嚟嘅一啲留學生咁樣。咁其實大家都知個程序就係咧，即係有啲學生想揾一啲嘅寄宿家庭咧，係首先要經過佢哋一啲當地嘅一啲部門咧去安排呢件事嘅。咁有啲咩要做啊，有啲咩唔做，有啲咩預先要溝通好咧，其實已經有啲部門已經做好晒成個程序㗎啦。咁澳洲嘅呢一個部門就叫 AHN 啦，咁佢哋安排好晒咧，先俾呢個TIWA 去批准去確認呢件事嘅。咁妹妹已經跟足即係當地嘅要求啦，就做晒呢一系列嘅一啲嘅程序㗎啦。已經同即係嗰個寄宿家庭講好咗自己嘅生活習慣啦，自己可能有啲咩要去協助啊咁樣。但係呢，住咗唔係好長時間啦，即係頭一個月已經發現開始有問題啦。妹妹咧就講返咧，其實咧即係住嗰一個月入邊咧，其實咧佢有10幾餐咧都係食公仔麵，而且係冇餸嘅，係齋麵。佢話咧佢其實咧返學嗰陣咧個 lunch 係食唔晒嘅，咁佢諗住即係唔好嘥啦，同埋屋企好似都冇乜嘢食，咁啊攞返屋企食啦。但係租個個屋主咧係反對嘅，就唔俾佢帶外來嘅食物返屋企啦。但係咧佢就個屋主就成日同自己個女出去食啦，就叫個妹妹啦你自己搞掂啦咁樣。咁其實個屋主係冇準備任何食物俾佢咯，甚或屋企多餘嘅食物都冇咯。咁個妹妹就只可以自己淥公仔麵食啦。咁較早前咧，佢哋咧雙方已經係 AHN 度咧已經傾好咗有啲嗰啲 rules 啦，但係個屋主咧就自己就再加一啲規矩要個妹妹遵守嘅。咁額外嘅規矩咧係包括啦夜晚9點半之後咧就唔可以去廁所，唔可以刷牙，唔可以去廚房斟水，仲有唔可以開風扇。咁唔知大家覺得呢啲合唔合理啦？咁妹妹咧住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已經有打返電話同媽媽講，就話即係唔想再繼續喺呢個家庭度住啦咁。即係導火線係咩咧？咁就係發生喺3月1號嘅。3月1號咧，就個屋主咧就叫個妹妹就幫手吸塵同埋清理個廁所。但係妹妹清理完之後咧，個屋主個女咧又再去廁所沖涼啦。咁然之後咧，嗰啲頭髮就跌咗落地下。咁個屋主咧喺個女沖完涼之後咧，就再入廁所度 check 啦，就發現地下有頭髮。然之後咧
就好惡咁樣鬧個妹妹，就即係指責佢個清潔係做得唔到位嘅。咁妹妹亦即時有解釋啦，就話即係其實佢已經清潔咗，咁佢清理完之後先出現嘅。咁屋主亦都唔理佢解釋啦，就係咁鬧佢。咁事發當日啦，3月3號啦，咁妹妹咧亦都係受到屋主嘅滋擾啦，又係咁不停喺出邊鬧佢啦、拍佢門啦咁樣。咁妹妹咧就好驚，就即刻致電俾佢媽媽，就講翻話屋主個情緒就好唔穩定喎，佢叫我開門喎，即係我驚啊，但係咁樣。咁妹妹嘅媽媽就即時建議就話同屋主講開門可以，但係我要有警察喺度。咁屋主就即刻即係好囂張，就話你咪叫警察咯，你睇下警察嚟到信邊個咁樣。咁之後妹妹真係有報警嘅，而佢媽媽亦都同一時間咧就叫佢喺當地嘅一啲朋友去睇下妹妹需唔需要幫助。咁警察到場啦，TIWA 嘅職員亦都到場啦，然之後佢哋傾咗一陣之後咧，就共同有一個共識，就係要話妹妹10分鐘之內要執好晒行李，即時遞解佢返香港，即刻執嘢去機場。咁妹妹就係咁樣返咗香港啦。不過佢媽媽就覺得呢件事就當地嗰啲職員咧就處理咧係有啲離譜。咁佢媽媽亦都即時丟低工作，就陪翻2日後咧，就陪翻妹妹咧去西澳，就要攞一個真相，同埋咧就要追究翻件事。咁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咧，就好多留學過嘅人都講翻，即係想當年咧佢哋留學嗰啲唔好嘅經歷啦。咁我自己就覺得今次的確係離譜，同埋咧即係當事人只係一個16歲嘅妹妹，佢真係咩都唔知咯。即係我唔信佢會做一啲咩好過分嘅事咯。同埋有啲咩事其實都係可以溝通、可以商量，而唔係話用啲咁極端嘅手法去處理咯。咁樣真係會嚇親嗰個妹妹嘅喎。咁嗰個妹妹其實去到今時今日啦，即係件事發生咗都3個月啦，佢而家都仲係好驚，同埋 keep 住要睇心理醫生，做一啲心理嘅治療。咁本來啦出外留學啦係一件好事啦，咁但係即係而家妹妹就搞到個心理可能之後都會有影響喎，對呢件事會有陰影喎。咁希望有小朋友嘅家長或者有意向將仔女送去第二度讀書嘅家長就要即係諗清楚咯，就呢件事係要再仔細啲去諗，因為其實真係相見好同住難啦，同埋其實每個人個生活習慣方式都會唔同嘅，即係咁自己阿爸阿媽梗係最就自己個小朋友㗎啦，咁但係其他人未必會即係有相同嘅愛去包容個小朋友咯。今日分享係咁多，鍾意聽我分享嘅請訂閱，拜拜。